班 DJ 星期三齊齊出席新春團拜，個個都有個搞笑造型，包括扮農夫嘅林海峰、財神郭文輝，仲有森美小儀、I Love You Boys。扮鬥牛勇士嘅君如之前喺節目話劉翔食咗屎，引嚟好多抨擊。我覺得最抱歉啦，成件事咧就係搞咗個唔好笑嘅，只不過係撩翻起劉翔呢件事，令到好多喺國內好多網民鬧佢咯。呢樣嘢我覺得好對佢唔住咯。佢嘅好朋友余真嘅媽媽之前去世，君如話有安慰對方。其實我好感激佢咯，因為發生事當日佢有嚟睇家有喜事首映，即係呢就係朋友咯。即係佢自己咁唔開心，但係佢都嚟捧我場咁樣。佢話大家一直有電話聯絡。咁佢今日就唔方便啦，唔通嘻哈咩？即係舊屎嘅嘢沖走咗啦，所以唔好再提啦啲唔開心嘅。